2026年6月28日，常年期第13主日，福音：誰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不配是我的人。誰接納你們，就是接納我。恭讀聖馬竇福音10章37節至41節。那時候，耶穌對宗徒說：誰愛父親或母親超過我，不配是我的人；誰愛兒子或女兒超過我，不配是我的人；誰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，不配是我的人。誰要獲得自己的生命，必要喪失生命；誰為我的緣故喪失了自己的生命，必要獲得生命。誰接納你們，就是接納我；誰接納我，就是接納那派遣我來的。誰接納一位先知，因為他是先知，像領受先知的賞報；誰接納一位義人，因他是義人，像領受義人的賞報。誰如果給這些小子中的一個一杯涼水喝，只因他是門徒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決不會失去他的賞報。上主的話。誰接納你們，就是接納我；誰接納我，就是接納那派引我來的。誰接納一位先知，因為他是先知，將領受先知的賞報。誰接納一位義人，因他是將領受義人的賞報。誰如果給這些小子中的一個一杯涼水喝，只因他是門徒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絕不會失去他的賞報。這段福音告訴我們，跟隨耶穌要讓他成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，超過一切關係和利益。做耶穌的門徒，要願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為他而接受困難和犧牲。為耶穌做的任何一個小小善行，例如對門徒的一點幫助，在天主眼中都很寶貴，必有賞報。天主，你收納我們成為光明之子，我們懇求你，不要讓我們陷於錯謬的黑暗，而常能生活於真理的光輝之中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孟。